立陶宛表达对台湾的优先却受到中国报复，有真侪货柜拢卡伫咧中国无法度报关，甚至着一间食品公司甲立陶宛落订单的原料，一直到去年12月才到台湾。即马业者也决定讲要甲饮料的外包装改头换面，结合立陶宛的国旗，用实际行动来甲立陶宛相贴。食品公司真无简单，才摕到制作香港零茶爱参的原料。立陶宛去年11月同意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，引起中国经济制裁。前一阵这的货卡在中国，无法度顺利运送，但几啊个月总算搬来台湾。其实应该是那个政治归政治，然后经济归经济，因为这样子其实影响到的不是外部的国家，是内部的那个销售的中国的国人嘿。把煮好的烧茶倒入去冷水内底。搅烂了后，就完成真侪人爱啉的香港零茶。而且为着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，佮特别用立陶宛国旗的色水替换做全新的商品包装。本来是黑色的那个圈圈，我们就改成是说，黄绿红，正好是立陶宛的国旗。那我们用来去表示我们跟立陶宛的那个关系。而且讲，其实立陶宛的冷水品质甲介绍拢袂歹，佮加上立陶宛遮尔支持台湾，所以家己嘛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因的感谢。记者杜君和，新潮报道。